過去唔少嘅調查都顯示，男性偏好外貌吸引嘅伴侶，女性咧就偏好有良好經濟潛力嘅對象，都展現出一啲典型嘅差異偏好。但其實喺實際嘅互動之中，原來唔係咁樣喎。例如呢個以 speed dating 為基礎嘅研究，叫咗160幾個大學生講下你理想嘅對象係要點樣嘅。結果男仔的確較為着重外貌，女仔就會講多啲嘅經濟條件。但係當佢哋實際約會互動之後，再問翻佢哋真正令人心動嘅地方係啲咩呢？反而最多人提到嘅就係傾偈時嘅感覺、互動嘅氣場，或者嗰個人講嘢好唔好笑，都係講緊一啲情緒價值嘅特質。咁呢班學者最後嘅結論就話，顯示咗一個人對自己喜歡對象嘅了解其實有限。Priori theory 可能喺愛情中特別唔準確添啊！當我哋喺冷靜嘅時候講愛情，能夠列出到唔少嘅條件同埋底線俾自己，但背後我哋又會面對一個 cool hot stage 嘅矛盾，就係話人喺平靜時同喺有熱情嘅時刻，偏好上根本就唔同。而我哋又習慣喺 cool stage 一刻去計劃未來，但係喺高情緒嘅時候做決定。經典嘅例子就有日頭平靜嘅時間話唔會再揾翻 X 噶啦，結果晚上 emo 嘅時候又忍唔住 send message， 自己明知道呢個人唔係好專一噶啦，但都係想黐埋去。有冇價值就唔知，但肯定對方呢成日就俾到一啲情緒你，而的確又會喺對方身上得到一啲難以被取代嘅回應或者感覺。情緒價值有時就係有更重要嘅一面。咁你又記唔記得最後一次真心聽你講心事嘅嗰個人係邊個啊？呢個人又有冇一直喺你心中留下一定嘅位置呢？